嘉恒丰盛，咱将时间交肖牧师。请咱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一生的主日，你会听搁呼召，阮众儿女到一你的圣殿来朝见你，服侍主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当互阮静静来听上帝你的教示。上时通过礼拜，阮等下所要举行的定期会员讨会，后主你教阮三角基地，当三角来关心，甲阮教会一切事工，帮助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行起圣会。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摆咧是你的面前，恳求上帝通过你的路播所透传的信息，互讲的、听的，拢平平得到利益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因为今日是2场礼拜，所以有受交代讲用华语来讲道。我今天特别用激励信仰生命，迈向家园丰盛，也就是我们今年的教会的年度主题，跟大家一起来共勉。特别有这4段经文，我们要从4段经文来分享。主后2000年，当世界进入第21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以25年为一起的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，至今已经迈入最后的阶段，就是25年一起。所以从24、25，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宣教作为一个总结。另一方面也得为新的宣教运动作为准备。所以我们的总会总干事陈信良牧师提到，总委会在这个最后的阶段当中，我们以激励信仰生命，迈向家园丰盛，成为2024年、2025年的教会年度的主题，来让我们全体长老教会属下各教会机构、学校，在宣教上共同努力的目标与意向。我们都知道，在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，它是以上帝国的宣教为目标，希望借着灵命更新与形塑共同体2大方向，成为我们教会在宣教上实践的方向。跟随着普世教会的宣教观，我们也为庆祝宣教150年，而在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下，推动为期10年的101新贝加宣教运动之前，确立了长老教会总会所推动的宣教，既有6大面向，就是一个整全的宣教。盼望全体教会、机构、医院、学校，透过圣灵的引领、灵命的更新，我们可以一起持续来实践整全宣教的6大面向。这宣教的6大面向就是宣扬福音的传福音，第2个教育或是培育上帝的儿女，所以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使命，就是传福音跟培育上帝的儿女。第3就是爱心的服事，第4社会改造，第5关怀受造界，期盼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好管家。第6个福音与文化。那这个6大面向的整全宣教，是指向上帝国的宣教。什么叫做上帝国的宣教？就是上帝主权实践的宣教，而不只要人信耶稣、注重人事成长的宣教而已。宣教并不是只要人信耶稣、洗礼进入教会，从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。当然，我们宣教传福音使人信耶稣是很重要、不可轻忽的宣教面向。但宣教更是借着信耶稣，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合于上帝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照着基督的样式来生活。通过我们的生活来宣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并彰显上帝所喜爱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。上帝所喜爱的是什么？我想弥迦书第6章第8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
激励信仰生命呢，是希望我们的信仰不是不冷不热的信仰生命。启示录的作者老约翰特别勉励老底嘉的教会，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教会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”当然，我们都期盼我们的信仰是火热的，是热忱的，是了解上帝的心意，而且能够实践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。因此，信徒需要有稳定持续的灵修生活，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交谈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信徒的信仰都需要被激励，在灵命更新的大方向中，以灵修、读经、祷告、礼拜以及生活的实践来激励我们的信仰，让信仰是活泼、热忱、充满活力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整全宣教的6大面向的平衡发展当中，来激励我们的信仰，使我们的信仰在充满上帝生命的气息，而能够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迈向家园的丰盛。那这边所讲到的家园，所谓的家园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的地方，无论是教会，无论是团契，无论是我们的家庭，或是我们工作的职场、生活的城镇、部落，或是我们的国家台湾，如何让这些家园因着你我的参与，而迈向更加丰盛，更接近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看见的美好，同时也让我们的参与使家园中的其他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那么如何激励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呢？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教会要采取哪一种宣教的策略，哪一种的方法来落实整全的宣教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最重要的是再次回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承认自己的罪以及不完全，谦卑的学习以耶稣基督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才有可能活化我们的信仰，才能使我们所属的家园更加丰盛。今天在会员合会前的主日礼拜当中，我特别要与大家来分享讲到的信息的主题经文，来共同勉励。上帝的话乃是激励我们信仰最宝贵的真言。所以刚才我们圣歌队说，我们要留心来听。圣经要引导激励我们，我想有3方面，就是我们要确信上帝对其百姓，就是信靠他的儿女，不离不弃。上帝你的百姓永远袂放散。那第2点特别要讲到，在上帝内面，上帝的殿中享受上帝丰盛的恩典。那么在上帝的殿、上帝的家内面，来享受上帝丰盛恩典。第3要讲起，耶稣真是救世主，他是活水的泉源，主永到永生。所以耶稣真正是咱的救世主。首先，咱来想第一方向，上帝神对其百姓信靠他的儿女不离不弃，特别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1章第8节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有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，回到这里来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特别讲到这里的北方不是指以色列，而是遥远的北方，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北方与地极两者是同义字，北方巴比伦就是仇敌的所在。现在上帝领以色列人出来，是指先知预言以色列人将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70年之后，被掳的以色列人将会归回。这是先知耶利米特别的预言。如果我们继续犯罪下去，我们的国家要沉沦。但是70年后，神又会引导我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我们的家园，重建家园。上帝要将他们分散的人都能够聚在一起。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瞎子、瘸子、孕妇，
是耶利米书唯一将三者连在一起的经文。瞎子与瘸子却只有在耶利米书31章第8节的经文当中出现。其实瞎子与瘸子这两者在旧约当中是常常被相提并论的。在以赛亚书35章第5节到第6节，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有提到4种人，讲到瞎子、瘸子、聋子、哑巴，而怀孕和生产连在一起，不与那些征战人士相连接。但在这里的经文却将瞎子、瘸子与孕妇把它连接在一起。我们都知道，孕妇与产妇必然是指无助者，他们虽然没有能力，但人蒙上帝的恩惠，得以大邦的被掳者归回。归回的人必为本地促成和平，来重建家园。但圣经里面特别讲到，上帝更不忽略这些无助的人，孕妇、产妇以及瞎子、瘸子这些生战者，上帝也都必将这些被掳的人归回故乡以色列，让他们重新安居在他们原本的故乡家园。这是上帝极大的恩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百姓虽然一度背弃上帝，虽然经过先知耶利米不断的呼吁百姓要回转，离弃罪恶，归向上帝，然而百姓终究不听劝，而被掳到巴比伦，而成为亡国奴。然而先知耶利米仍预言70年后，他们将重返故土，重建家园。上帝果真是信实的，疼爱其选民以色列百姓。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儿女，只要我们愿意信靠，即使得罪上帝，只要愿意回转归向上帝，即使是在全然无望的环境当中，在危难危险有杀身之祸的光景当中，上帝也能够召集自己的百姓，任何人事物都不能阻止神施行拯救。神对其百姓不离不弃。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也是靠着上帝的信实、慈爱以及全能，而得到上帝的全然的保护与拯救。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因此我们可以全然在信靠来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因为神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。即使我们犯了大错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，神仍然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在好几年前，白小燕的女儿被杀那个陈进兴，后来他被关在监狱，有一些新竹科学园区的那些妈妈们就是我们一些姐妹去探访他，后来他怎么样？悔改信主，在监狱当中受洗，而且还鼓励他的监狱的朋友要读圣经。然后很多我们的一些基督徒特别是外教派的基督徒，他说如果陈建新有得救，那我只愿下地狱。其实这样的信仰是偏差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。罪不分大小，罪的工价最后是死亡。但是我们感谢上帝，只要我们诚心悔改、认罪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那我们的生命就得救。所以我相信陈建新，如果他有真心悔改，必然得到上帝的拯救，因为上帝对他的百姓是不离不弃的。上帝对他的百姓永远袂放下，只要咱悔改认罪，归应主耶稣，咱的罪得到赦免，咱拢是上帝宝贝的儿女。第二方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上帝的殿中，或是说在上帝的家庭当中，享受上帝丰盛的恩典。这是诗篇第36篇8到9节所告诉我们的。诗篇36篇第8到第9节，这边圣经特别讲到我们可以把这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，预备来。
他们必因你殿里的桅杆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诗篇第36篇乃是诗人大卫所作的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是一篇智慧诗，求信实的上帝保护的祈祷，并且是说上帝的良善和恶人的罪恶。我在诗篇36篇5到9节的经文中，特别在说明上帝的性情，他是公义，他是慈爱的神，和投靠神的人所得到的福分。也就是说，在上帝的殿中，在上帝的家，必定出的丰盛。人在神的家中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，而且是充分的满足。可见，诗人大卫呢，在告诉我们，在上帝的殿中，在上帝的家中，因着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那么我们这些投靠他的儿女必得着饱足，而且上帝也会把最美好、最甘甜的乐河赐给人，解决人的干渴。诚如先知阿摩斯所说的：“人饥饿，非因无饼；干渴，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”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在神的恩赐里得着完全的满足，包括了实质上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，也包括了更深一层的意义，就是属灵上、心灵上的满足。诗篇36篇第9节，诗人大卫说道：“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诗人大卫在诗篇第36篇第9节这段经文当中，再次激励我们：上帝不但是我们今生与来生肉身和属灵生命的源头，也赋予生命一切的意义。因为上帝是世界上凡有生命气息的源头和本质，上帝也是光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它里面，才能够看见，在神的爱中和恩典当中，必得见光，必得见生命，使生命获得完全的满足。离开了上帝的殿，离开了上帝的家，离开了上帝，我们的悟性就处在黑暗之中。感谢上帝赐下安息圣的主日，让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能够在上帝的殿中与复活的主相会面，让我们能够敬拜他，服侍他。上帝也按时赐下灵粮，让我们身心灵得到完全的满足，而且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让世界之光、生命的主耶稣来引领我们出黑暗，进入他的光明当中，行在主所喜乐的道路，让我们更加确信，凡信靠上帝的人，住在他的殿中，必得蒙保护，生活幸福，而生命必蒙实质和属灵的福佑。每当我在做完礼拜，有时候在跟会友在打招呼的时候，有时候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告诉我说：“牧师，谢谢你，今天你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打动我的心，鼓励我，帮助我，安慰我。我听到的时候为他很高兴，我只有回头一句感谢主。”是的，上帝的话在上帝的殿中，我们是非常的富足，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上帝的殿中聆听，安静的聆听神的话语。每次神会按时分粮，来帮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儿女。第三方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耶稣真是救世主，是活水的泉源，主永到永生。这是约翰福音书第4章14节所说的。我们再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，预备来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；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如果有圣经，你们把它翻开，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10节，把第4章给打开。
第4章第10节，耶稣的回应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我们想想看，一位口渴向人要求水喝的过路客，竟然宣称自己能够给人活水。活水这个隐喻充满了旧约神学的内涵。耶和华上帝在先知耶利米书第2章13节，形容自己是以色列百姓所离弃的活水泉源。深受亚历山大派哲学思想影响，以及惯用语义与隐喻来解经的菲罗，如何来解释是耶利米书2章13节呢？他说：“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的时候。”菲罗这样解释说：“因此，上帝是所有泉水当中最古老的，这岂不是很自然吗？因为他已经灌溉了全世界。但上帝不只是生命，他是活水的泉源。”斐罗也形容圣道，上帝的话语充满了活水的溪流和智慧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10节所说的活水，不但在基本的意义上和上次所举例的例子非常相似，也可以说是这些预言以及隐喻的一个具体实现。因为耶稣就是活水，真正的施予者。在约翰福音书第7章38节，约翰福音书第7章38节，耶稣也以活水的江河来比喻他将来要给门徒的圣灵。在约翰福音书第4章12节，妇人以怀疑的态度问耶稣说：“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比谁还大？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？”因为他在雅各前，你比雅各还大吗？真正的答案在这里出现了。耶稣的确是比雅各还大，因为雅各所留下的井只能够给人暂时的止渴，但是耶稣所示的却能够使人永远不渴。因为耶稣所示下的不是使物质的水，而是活水，它是内在的，是永不止息的生命的涌流，是一道流不尽的泉源。在约翰福音书第4章14节，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的永远不可与直涌到永生是相呼应的，使永的活水和使物质那暂时性的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，将活水隐喻成永恒的生命。很明显的，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。活水不但在约翰福音书第7章37节到39节，也就是在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的这个日子，耶稣站着就高声这样喊说：“不晓得有没有这段经文？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预备。来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”好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，要受圣灵收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所以耶稣要受死之前，有跟神能够在赐下圣灵，宝贵是与他们同在。约翰福音14章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所以活水不但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37节到39再重现，并且与圣灵的恩赐相连接在一起。比方说，活水跟圣灵是神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生命。对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而言，耶稣在与他对话当中所传达的，肯定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信息。可是活水的引力以及上帝百姓对他的渴望，却是旧约信仰当中重要的教育。比方说，在诗篇23篇第2节讲到安歇的水边，与灵魂的苏醒，把它连在一起。另外，在诗篇36篇8到9节，将
喝热河的水，以生命的源头贯穿起来。另外，诗篇第42篇则以近乎永恒的诗歌来表达人对活水和永生的追求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清水。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？另外，在以赛亚书55章第1节，可说是对所渴慕的活水者的一个福音的宣告和邀请。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水来。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水来。现在永生的耶和华借着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也向撒玛利亚妇人做同样的宣告和邀请。就因为耶稣在雅各井向妇人讨水喝之后，接着谈到活水的问题，因此有机会在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细加，和妇女以及当地的人谈到，因而让撒玛利亚的妇人不仅从认识耶稣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本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来往的，他又向在雅各井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他知道他是犹太人，耶稣是犹太人。最后，他又看到尊耶稣为先生，并看出耶稣不仅是先生啊，更进一步的心中一动摇，莫非耶稣就是犹太人以及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吗？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吗？因此，他就放下身边打水的用具，离开这个雅各井，在城里就到细加这个城去告诉城中的人，莫非耶稣就是基督吗？约翰福音书第4章41节到42节经文说到，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：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的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耶稣和在细加跟撒玛利亚人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谈到的时候，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到让他们认耶稣是主，是从耶稣跟他们对话当中，在讲道当中，他们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我们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句话，可以说是撒玛利亚人当时对耶稣的一个强有力的坚信、确信，或是说一种信仰告白。那在这样的坚信肯定，是撒玛利亚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历史的突破，而且也可以说是在耶稣这段宣教工作的一个高潮。耶稣真是救世主，是活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而这个坚信以及做门徒，却是必须不断的持续下去的天路历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受洗之后，我们仍然要不断的与主亲密，然后过成圣的生活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天路的历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我们都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告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生命的主宰。那么，上帝所赐给我们，乃是要像喝活水一般，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永远不可。也因着圣灵的赏赐同在与引导，让圣灵感动我们告白耶稣是主，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毫无惧怕，喜乐的来迎接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家园。因为主耶稣应许说：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主耶稣也应许说：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加丰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感谢上帝赐下他宝贵的话语，亲自向我们说话。圣经是我们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够指引我们走在上帝所喜乐的道路上，并且这个圣经能够使人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。此外，因着上帝救赎的爱，
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得以认识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、生命的主宰，也借着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，成为我们生命之光，体验到耶稣那长阔高深的爱。上帝又赐下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告白耶稣之主，而能够在基督里享有一切的平安以及丰盛。同时，上帝又能够借着所有告白耶稣是主的人，所有基督徒积极在上帝的家中相互祈求，求上帝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17节到18节所说的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、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那些有基督永久居住在心里的人，愿意让主耶稣来掌管人生的人，才能够使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因此，保罗描述耶稣基督的爱的完整是长阔高深。长是以时间来说，主的爱是最恒久；阔以容量来说，主的爱最宽大；高以目的来说，主的爱最崇高；深以程度来说，主的爱最深厚。所以主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。保罗还做出如下的结论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。保罗也在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，信靠主的必得胜。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是的，我们要感谢上帝，透过他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。我们也在上帝的教会当中，因着相互的代求，彼此的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好让我们的信心得着激励更新，更加确信神对其百姓信靠他的儿女绝对是不离不弃的，也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殿中享受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因为耶稣真是人类的救主，是活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、任何处境当中，都能够享有从上头而来的一切的丰盛。愿神能够透过他的话语，再一次来激励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爱我们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再次透过神你给我们的话语，好让我们知道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是对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，绝对是不离不弃的。你因为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神你的殿中，在你的家中，能够享受上帝丰盛的恩典。因为耶稣正是人类的救主，是活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确信，能够透过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、彼此的带导、彼此的勉励，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激励信仰生命，迈向家园的丰盛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未来的一年，能够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成长，跟主的关系更加连结，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